继续来看台北市2023年4月时阵，这风采520的建案施工，造成附近车路发生连续5解落空，检方是对馆长尤文科求处10年以上的徒刑。对于检察官具体求刑10年，我们坚决认为是无罪的。我们完全没有图利的动机、犯意跟行为。 那我们也更没有跟丰益公司有任何的私交，更没有收受他们的利益。对于今天的起诉，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公平。我们相信司法最后会还我们的清白。检方表示，这馆长尤文科是无尽到督导的责任，佮私底下去联络厂商不当介入。 所以，甲这馆长甲相关的涉案人员起诉，不过尤文科是驳回讲，伊甲厂商无往来，无违法，专案按算伫咧7月7日会宣判。